现代社会侪侪人为着健康性运动，有一部分的医学观点是认为低温疗法会当互筋膜放轻松，赶紧恢复。真侪运动员拢会使用，那伫咧这几年嘛变做是一种趋势。但是伫咧法国算有一个女性因为伫使用低温疗法的时阵，激素外泄导致伊死亡，也有一个女性性脑死。这项技术的安全性问题嘛引起关注。 法国巴黎一间真有名的健身房，则是暗时发生重大意外。这30多岁女性参加长跑了后，到这健身房进行冷疗来放松筋膜。验过过程中，氮气汹汹泄漏到密封的空间内底，造成氧气真紧减少。这查某人互赶紧送病院，验过不幸第10倍，宣布脑死。事发当时，健身房另外一个20多岁女性员工，人敢若也伫咧治疗舱内底，也是当场死亡。有氮气是无色无味气体，会真紧来排掉空气内底氧气，造成输入去的人会欠少氧气而无气。事故发生迄天，健身房的水管正伫维修，初步调查认为，液态氮的设备伫施工中敢若出问题，全这健身房已经停业接受调查。 冷冻疗法是一种真低温的治疗法，将人体放伫零下110度到零下170度的氮气舱，也是冰水液内底，过程袂使超过3分钟。部分观点认为讲，冷疗会使激化筋膜恢复，对着肺流量的增加有帮助，更加会使有效为身体来提供氧气，排出体内废物，激化整体代谢，也受到真侪职业运动员的喜爱。法国卫生部2022年规定，全新冷疗舱属有医疗设备，应该符合欧盟医疗设备规定要求。 不过，法国一直到即阵，冷疗也无互医疗保险来纳入。其实早伫2015年，美国拉斯维加斯就要发生相款意外，一间冷疗中心的24岁女员工想要用冷疗来缓解痛痛，结果第2天，互同事发现已经死去啊，身体冰冻，敢若像石头遐尼硬。尽管冷疗市场扩大，也不过专家有警告，冷冻疗法存在致命风险，心脏病患者、呼吸道疾病患者、高血压也是肺液循环问题这相关的族群，拢被认为讲是无适合冷疗的。讲是新闻，郑元庆编译。